知唔知點解你拍嘅視頻會冇流量啊？上期視頻我只係順便咁提咗一下，準備要開展手機嘅短視頻培訓課程，條視頻仲要涉及違規引流，所以先得1萬幾千嘅播放。冇諗到咁多即刻有成10個人想報名。我睇咗下佢哋嘅帳號內容，確實係存在好多問題嘅，主題唔明確啦，觀眾唔知睇乜，開場唔夠吸引啦，攔唔住觀眾，仲有濫用音樂、音效、特效等等。其實本地嘅流量係最容易做嘅。好多人都話做短視頻一定要豎屏，一定唔可以太長，要保證完播率。咁我嘅視頻全部都係橫屏嘅，並且我都經常出2-3分鐘嘅長視頻，流量都唔會差。並唔係因為我嘅攝影水平有幾好，其實好多專業嘅攝影師做帳號，絕大部分都係冇乜流量嘅。羅定比我攝影水平高嘅攝影師大把，有啲人話我嘅調色好睇，其實我係十分唔滿意自己嘅調色水平嘅。每次我睇返自己之前發嘅視頻調色，我都想嘔。所以你睇，我拍攝水平又唔算高，視頻又長，橫屏視頻嘅觀感又比唔上豎屏，但係我都一樣有流量，係因為我掌握咗流量思維。我從18年起我就開始玩自媒體啦，當然唔係而家呢個帳號，呢幾年我都有做過好多其他帳號。啱開始嘅話都係冇乜流量嘅，辛辛苦苦做一條視頻出嚟，就得100幾十播放。我係花咗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去研究，行咗好多彎路，同好多人一樣。啱開始我發咗好多條視頻，都係得幾十幾百播放。當我第一次單條視頻破萬播放嗰時，係好有成就感嘅。後嚟我就不斷咁研究，不斷咁總結規律，積累經驗，慢慢就掌握咗一套自己嘅流量思維，就覺得做流量其實好簡單。過千萬播放嘅視頻都有做過唔少，所以流量思維真係好重要。除咗掌握最基本嘅拍攝技巧、運營技巧，仲要好識得去捕捉人性、心理呢啲好微妙嘅細節。呢啲咧係要靠好長時間去積累經驗，慢慢咁領悟嘅。我要做課程咧，就係想將呢啲經驗教俾大家，等大家少走啲彎路，真正咁幫到大家。但係課程嘅話咧，可能冇咁快上線，因為我係分線上課同埋線下課嘅。線上課嘅話需要規劃好內容，可能20節課要全部錄製好、上架好，線上購買自己觀看學習，需要花好多時間精力去做。咁線下課要準備嘅嘢仲多。因為線下課嘅話，我係會講得更加深入啲，手把手針對各人嘅情況、各人嘅需求去教嘅，要做足準備先。加上年底婚禮旺季又接咗唔少單，所以大家耐心啲等待下，我盡快做好啲準備工作，到時正式上線嗰時再通知大家。多謝。